位伫和一路小西门里公园的林荫步道，原本空旷空间，却因为有盆栽甲机车的停坑，造成过路人真无方便。经卖讲，身心障碍人士的出入被挡掉的，所以主管新庄协会营务理事长向议员蔡小伟申请。毕竟这观光客多，不止人行有阻碍，对公园景观、对人本交通的观感嘛大大打折。行动不便者或是父母亲推婴儿车，你根本行人到这边也没有办法过去哈。尤其我们在这个小西门公园这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公园的环境哈，每天有很多我们的市民都来这边运动。对现场市府才有机车停坑、冇禁止停车的标示，伫范围顶面确实有无清楚的冲突，所以议员蔡小伟要求交通局画好标线。并且干务局买将盆栽等障碍刷走。跟交通局有马上来建议，第一个当然就是在标线要非常的明显清楚之外，那他们当下也有来马上画起这个可以停放的白线了。那另外我们也希望说，公务局或者是认养单位呢，可以针对在通行步道的部分要做一个畅通啦。主管新庄协会为了坚持人本交通的理念，持续针对无障碍通道加友善的环境来提出建言，希望让台南落实友善城市的目标。今日新闻，阮是何超邦采访报道。